有冇諗過點解明明好努力儲錢，好似節食咁節制自己唔買嘢，但係到月尾個戶口啲錢都仲係好似倒水咁，仍然係一個月光族？你可能會覺得自己可能係懶啦，唔識理財，冇運氣。但係我想話你知，問題可能唔係出於喺你嘅行動，而係你個腦啊！你一直用緊窮人思維去玩一場專為有錢人而設計嘅遊戲。今日要同你拆解嘅呢本書《Rich AF》就係要一嘢咁打爛你對錢嘅所有錯誤諗法，幫你由零開始去建立一個真正屬於你嘅致富系統啊！呢本書嘅作者叫 Vivian Tu，佢曾經係華爾街嘅交易員，後來轉型成為財商 KOL，channel 名叫做 Your Rich BFF，喺 TikTok 上面爆紅。佢好直接咁話你知，如果你唔肯轉下個腦，淨係靠打份牛工，係打到退休都唔會發達噶。書入面最精華嘅係有3個 mindset shift。第一，錢唔係你嘅敵人，而係你嘅最好拍檔。好多人最大嘅理財盲點就係潛意識咁將錢當成敵人。由細到大，可能我哋都聽過，錢唔緊要嘅，錢係萬惡嘅源頭，成日都講錢好俗氣啫。但係現實係，其實你越逃避講錢，就越容易俾錢控制你嘅人生。真正嘅有錢人係將錢當成一種中性嘅工具，係佢哋去控制錢，而唔係俾錢控制住。作者建議我哋唔好再用嗰種死慳死抵、儲到錢先開心嘅苦行僧模式。相反，我哋要用快樂預算，有策略咁將錢用喺令你真正開心嘅地方。你唔需要因為飲咗杯靚咖啡而內疚。因為理財係為咗攞翻人生嘅選擇權，而唔係一個自我嘅懲罰。喺應用層面，與其係死慳死抵用苦行僧嘅模式，不如試下用呢個50-30-20法則啊！乜嘢嚟嘅呢？就係50% 嘅收入用喺必要開支上面，例如交租、食飯同埋交通；30% 就係用喺自己想要嘅嘢上面，例如去旅行、食好嘢同埋買靚衫。仲有20% 就撥去儲蓄同埋投資。你會發現原來理財都可以係一件既有規律，但係都可以滿足到自己嘅事。第二個 mindset shift 就係有錢人唔係靠慳錢，而係靠系統。作者話，淨係靠每日慳一杯咖啡錢，其實係唔會令我哋發達嘅。真正嘅分野唔係你慳咗幾多錢，而係你有冇一個自動化財富增值系統。重點唔係問點樣先可以慳多啲，而係問自己點樣令到自己更加值錢，點樣創造新嘅收入來源呢？佢提倡嘅自動化理財，簡單啲嚟講就係 set 好晒啲嘢，一出糧就自動轉數去儲蓄戶口，自動月供 ETF，將成個儲錢投資嘅流程系統化，咁就可以慳翻你好多努力啦。例如你可以去銀行 set 一個常行指示。每個月嘅出糧日就自動將10% 人工轉去你嘅證券戶口用嚟投資，唔使諗，唔使掙扎，1年之後你再睇，肯定會有驚喜噶。然後將你慳翻嚟嘅努力用嚟增值自己，學新嘅技能，開一啲 side business 嚟提升自己嘅總收入，效果一定快過你喺度諗慳啲好細嘅錢。一句話嚟總結啦，真正嘅有錢人唔係最慳家嘅，而係最識得設計錢揾錢系統嘅。第3個 mindset shift 就係你究竟係值幾多錢嘅呢？其實係由你自己提出嚟噶。記住，你唔開口，老細呢就會當你係冇要求，人工就自然唔會加啦。職場上最被低估嘅，但係又最重要嘅財務能力，其實就係識得為自己講價。例如，作者分享咗一個好經典嘅例子啊，佢有個學員喺佢嘅指導下，準備好晒啲數據同埋成績，同主管傾加人工。結果佢由55,000蚊美金嘅年薪，一口氣就跳到82,000蚊啦。呢個關鍵就係佢做足準備同埋夠膽為自己發聲。你都可以試下，每3個月就寫低你嘅成就清單，記錄低你為公司帶嚟嘅具體貢獻，然後上網查下你職位嘅市場價，用 Glassdoor、LinkedIn 呢啲平台睇下自己有冇收少到人工。到年度評估或者你有重大貢獻嗰陣，你就主動出擊。練習定同老細講嘅開場白，根據我最近完成嘅項目 A 同 B 帶嚟嘅成果，同埋參考過市場上嘅薪酬水平，我希望可以同你傾下我嘅薪酬調整機會。
Vivian 亦都提到，有錢人嘅一個共通點就係唔怕開口求助，識得問問題，揾人幫手係一種高級嘅能力。你唔需要再單打獨鬥啦，建立一個正面嘅人脈圈，例如參加一啲讀書會，參加一啲同行嘅活動，都可以幫你行得更加快、更加遠。總括嚟講，呢本書 Rich AF 最顛覆性嘅地方，佢係教你正視金錢，用系統去管理佢，勇敢為自己爭取，同埋不斷咁開拓其他嘅收入，你就會漸漸行一條有錢人嘅路啦。記住，有錢唔係為咗要炫富，而係為咗要擁有選擇權啦。當你頂唔順份工嗰陣，你可以好瀟灑咁講，我唔做啦。當你去旅行嗰陣，唔使就住一定要揾平機票，可以話飛就飛嘅自由。所以想改變現狀，就唔好再靠慳呢度慳嗰度呢種消極嘅防守，而係要開始主動出擊，用我值得更好嘅心態去規劃你嘅財富同埋人生。